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28公司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首先，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国内连续4天无本土病例，玻璃糖园病院头一批因为接触隔离的医护人员，今仔已经解除隔离。国内大陆冷气团今仔南下愈暗愈冷，气象局发布低温特报，台南以北甲宜兰暗时可能10度以下。今仔美国股市大落，台北股市早盘嘛大落181点，台积电盘中嘛落破600块。先开始来看，咱国内今仔日增加2个境外移入的武汉肺炎病例，是对美国甲德国转来到台湾。今仔嘛无本土病例，已经连续4天拢无本土病例咯。另外，春节防疫的新制度规定，高铁、台铁佮客运禁止食食。那么来听指挥中心上盖新的说明。高铁就是大家已经知道的高铁跟台铁的部分禁止饮食哈。那除了有一些比较特殊需要喝水，或者是说有服药需求的，或者是有哺乳需要的这个部分是可以除外的。至于这个有关这个公路客运也是一样的比照办理。我们现在整个本案总共隔离了14天的有3908人有3908人。好，那这里面大概就有包含医院的312人，社区的560人，那回溯的有3035人。那889和虽然无法完整的定序，但也带有 D614G 和 L452的图片，所以我们还是定义这整体的群聚，还是单一的一个病毒株所引起的传播的事件。在2月4号开始会有一个第一波的这个全院的筛检计划所以他们研拟之后，大概针对这个包括这些已经解隔离在内的这些员工呢，都会在进行这个相关的抗体跟 PCR 的这个采检。玻璃糖园病院头一批因为接触需要隔离的医护人员，今仔已经解除隔离。早起病院院长徐永年嘛甲防疫会议连线，感谢各界关务组和病院，嘛多谢大家支持。玻璃糖园病院发生新冠肺炎群组感染2礼拜，第一批因为接触需要隔离的医护人员已经基本解除隔离。2批早起联发电组伫防疫会议关3台紫外线消毒机。普陀院长齐永年用实时连线参加关证仪式。我是桃园医院徐院长，在这边呢，我代表医院呢，向所有与会的贵宾，所有自证的东西呢，都给我们归做最大的一个使用。我再一次代表医院，谢谢大家，谢谢。院长感谢各界热心关物资，隔离的医护人员出关了，采检若确定是阴性，第一批估计有140个人会当解除隔离。各大会所的部分，27会达有将近20位医护人员坐专车去检疫所居家隔离，要隔离到2月初。布桃专案采检，我们是送2个地方，南北各1个地方。那南区跟北区各300人，那一天的采检量可以到600人，我想足以支应我们的隔离民众采检所需。同市长郑文灿讲，应用布桃专案扩大会所。南北拢有一个采检点，由卫生局负责接送加采检。南北人应该当执行葡萄专案的需求。一般民众若是家己开钱要采检有误的所在，包括长庚、敏盛、天星、联心等病院会做分流。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疫苗，以色列国内已经有4成的民众拢已经注第一剂的辉瑞 BNT 疫苗，速度会使讲是全世界上紧的。也毋过，却传出讲有69个人虽已经注第2剂疫苗，嘛是个未得病。但国内专家是讲所有疫苗拢毋是100%的效果，也毋过有注疫苗佮受到感染，重症佮死亡率拢会减少，疫苗嘛是有保护的效果。为阻止新冠肺炎疫情滚假，未少国家已经展开注疫苗计划，尤其是以色列民众，注的速度是全球第一，已经有4成人口注第1剂的辉瑞 BNT 疫苗。毋过，却传出有69人注第2剂疫苗了后，依然确诊新冠肺炎，互外界质疑疫苗的效果。国内专家认为，任何疫苗拢毋是100%有效。确实注疫苗了后，有原感染到，可能是病况无严重，减少重症加死亡率，代表疫苗也是有一定的保护效果。以色列的经验已经告诉我们，这个疫苗是有效，尤其在65岁以上是有效的。感染以后呢，大概最严重的情况是比较不会发生，比如说死亡啦，
或者进加护病房就会减少很多。另外，专家建议营造全台血清下抗体调查，了解全台社区感染情形，就此提供未来新冠疫苗先自的区域甲对象，对国内精准防疫参考有帮助。你就可以知道说，疫苗打下去，这个区域的人变成多少人有抗体，因为终究将来打了疫苗，你还是得追踪的，疫苗到底在东方人的效果好不好？王立明指出，新冠肺炎疫苗到货了后，敢若是地方卫生局铺货运送，也要1到2个月时间。所以3月进前，国内民众注疫苗是无介可能，所以提醒民众还是要落实防疫新生活，过来洗手、挂嘴安，避免去人济公共场所。记者综合报道。全球为着武汉肺炎的病人已经超过1亿人，也毋过疫情嘛是搁继续的滚价。最近有真侪国外的人拢返来台湾准备要过年，政府嘛早就有准备协调防疫旅馆、防疫客停车，加强入境居家检疫的措施。指挥中心之前嘛宣布讲，3月份民众都有疫苗通住，也毋过前卫生署长杨志良并无遐尼乐观哦。伊讲伊是正赞成台湾经济研究院提出用晶片换疫苗的建议。我说，如果你这些没有照这个程序、照规定 SOP 来做，那这样的医师呢，是不是应该要检讨？前卫生署署长尤志良前日来发出治病医师开除的讲法，引起医界争议。尤志良伫北上广播节目的时阵坦白讲，伊无后悔，毋过希望医师会当早日恢复。全球确诊患者是超过1亿人，疫情真严重。台湾预计3月份会当摕到疫苗。尤志良认为讲伤过乐观，而且疫苗嘛无遐多一届就到货，所以赞成台经医提出的用车用晶片来换疫苗。我们就停产其他的晶片，车用晶片，然后请这些国家，反正做生意嘛，你就卖我疫苗嘛，不是很好吗？我觉得这是很好的点子。尤志良强调讲，就算讲摕到疫苗，疫情也是无法度缓和，而且台湾采用围堵的方式来对抗疫情，若是继续锁国，可能有55%几率会加向日本的后路，所以呼吁指挥中心检讨自费体检，互资讯会当更较透明。为了预防疫情传去社区，指挥中心强化医疗医所感染的管制措施，调整门禁甲人员的管制规定，继续扩大会所隔离甲采检。你居家检疫的话，那要不就住集中检疫所，要不就住防疫旅社，在这些不容易维持社交距离，而且通风比较不好的这些场所，有列出了8大场所啊，这些你应该要强制戴口罩。卫福部强调，讲目前防疫重点也是以秋冬专案做核心，即马这个阶段是加强入境的居家检疫措施。现在伊嘛指出，旧历过年就特别到啊，等来台湾的人是增加真济，嘛提早部署，协调防疫旅馆、防疫客停车，全面积极预防疫情传开。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针对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新的人事案举办听证会。新的大使人选是汤马斯·格林菲德，伊把表态支持台湾。外交部嘛表示感谢。最近 WHO 每一天拢会公布世界各国为着病的人数，所以甲台湾放伫中国下面，佮写中国台湾，引起真侪网友的不满。外交部是讲已经表达抗议，要求更正了。美国新锐高小连续上任，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针对汤马斯·格林菲德出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的人事案来举办听证会。因为最近这几年以来，中国伫联合国影响力是一直增加，真侪议员关心美中台的议题。汤马斯·格林菲德是表明支持台湾的立场。Now, Taiwan is one of the strongest democracies in the region, and we need to support them as a democracy and stand by them as a democracy and provide them the security that they need to push against any efforts by the Chinese to compromise their security. 若是提名核准，伊表示会拍拼甲参议院委会来合作，伫联合国反制北京，而且抵抗中国政府想要伫联合国决议案当中增加有害文字，也是甲联合国的重要职位，拢安排中国人等等的作为。外交部针对这件代志是表示感谢。我方表示感谢。那当然期待在经过通过相关的程序之后呢，我们会与拜登政府的相关的团队的这个成员呢，紧密的持续相关既有的合作，让双方的关系能够进一步的深化。甲汤马斯·格林菲德有台态度无共款 ，WHO 逐天公布各国的确诊人数。
甲台湾、香港、澳门拢归伫咧中国下骹，佮讲咱是中国台湾，引起真侪网友不满。有人呛声讲，武汉肺炎才是中国的。外交部已经向 WHO 甲 WPRO 来表达严正的抗议，嘛要求爱修正。针对美国国务院暂停执行部分军售案，感谢去影响美国对台湾的军售。欧安明确表示，台湾无伫咧名单内底，目前嘛无收到改变军售案的通知，嘛搁一届强调拜登政府捌讲到重视对台湾坚定，而且长期的承诺。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台北市议员潘怀宗涉嫌甲姓陈的办公室主任用人头诈领300万的助理费，士林地检署暂时约谈了后，向法院申请羁押。也毋过法院是考虑到潘怀宗已经承认，而且表示讲愿意负责，所以最后是裁定200万交保。你觉得丢脸吗，议员？台北市议员潘怀宗向法官承认诈领助理费，讲愿意负责。而这项以200万交保候团离开士林地方法院，并且被限制出境出海。潘姓议员及其诚信办公室主任，在97年到109年间，先后以数名人头充作公费助理，诈领公费助理薪资后挪作私用那初估诈领金额约300万元。新党的台北市议员潘怀宗，唔但是政治人物，也是专精药学的教授。定定伫电视节目分享健康的知识，怎么被指控涉嫌用人头诈领公费助理的薪水？士林地检署立即发动搜查，扣下证据，并且约谈潘怀宗等7位被告、4位证人。被告7人都涉犯贪污治罪条例第5条第1项第2款利用职务上机会榨取财物罪及刑法214条伪造文书等罪嫌犯罪嫌疑重大。潘怀宗姓的办公室主任讲相信议员的清白。自始至终就相信我们议员，因为我们从头到尾都认为他是一个清廉的人，应该也不会为了这个，而且这数目那么少，不大可能。和外界讲是做人头的表行员工无愿意加讲，同一天被心爱也个国民党一个新北市议员陈焕嘉，伊被指控涉嫌自102年开始，利用人头诈领助理的补助款，不法所得初步估计有100万。地检署依照同罪有串证之余，向法院声押禁见起准。过往也有一些政治人物有触犯这个所谓贪污或者诈领的部分，他可能还可以在选举可以当选。显然民众对于这个政治人物的操守道德的要求标准太低了，相对配套的监督的机制是不够。无论是立委或者是民代，已经就定了发生涉嫌诈领助理费，像前台北市议员唐仲元、亲民党议员吴益政、民进党议员王淑慧、郭敏慧等人拢被涉案，其中有真侪人被判刑。要怎阻止佮发生这种诈领的情形？公道平定为将助理的名单资讯透明化是上好的方法。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咱来看欧民长要求药商阿斯特捷利康爱照合约供应疫苗。欧民认为药厂供应甲英国已经先签约，所以会先付疫苗给英国。欧民认为这并无合理哦。英国嘛宣布讲，英格兰地区要封锁延到3月7日，对高风险地区转来到英国，爱先住政府的防疫旅馆10天。疫苗欠缺内府制造药商阿斯特捷利康原定今年3月底进行交付后平8,000万剂的疫苗，不过后来表示供货量减少60%，已经因为做疫苗计划较慢，互人批评的后平严厉要求阿斯特捷利康爱履行疫苗供应的承诺。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vaccine developers have moral, societal, and contractual responsibilities. We reject the logic of first come, first served. 阿斯特捷利康执行长索利欧伊进前表示，因甲英国签的约比后平早3个月，意思是讲先签先得到。目前药厂已经每礼拜7天，每天24小时赶工制作。除伫英国染疫死亡超过10万例了后，首相强生宣布英格兰封锁会继续，一直到3月7日。学校游园关起来，同时对边境管制搁再加强力度。We have also banned all travel from 22 countries where there is a risk of known variants, including South Africa, Portugal, and South American nations. We will require all such arrivals to isolate in government-provided accommodation, such as hotels, for 10 days without exception. So that people wishing to travel must first make a declaration as to why they need to travel. This reason for travel will be checked by carriers
prior to departure. 根据伦敦帝国学院的研究，英格兰最近这一摆的封锁措施，好亲像已经出现效果。几个变种病毒疫区，比如东南西南部确诊数已经下降，不过依然有部分地区，比如东部、中部地区，也是仍看到确诊数升悬。变种病毒的出现，疫苗效果也被检视。世界卫生组织支持以做流感的经验做例，表示相信疫苗应该用真紧应付变种病毒。公司新闻黄混玲报道。美国总统拜登搁再签署行政命令，要来应付气候变迁，包括要暂停伫联邦政府的土地开发石油，嘛要增加离岸风力发电等等哦。新任的国务卿布林肯是表示，伫气候议题，无排除会甲北京合作，追求美中共同的利益。新上任的美国总统拜登日前搁再签署行政命令，来对抗气候变迁。包括暂停伫联邦政府土地新的石油和天然气的开发，减少化石燃料的补贴，也设下2030年要甲离岸风电发电量增加到2倍的目标。拜登强调，气候变迁对人类的生死是真要紧，投资清气的能源会当解决问题，也对经济复原真有利。And just like we need a unified national response to COVID-19, we desperately need a unified national response to the climate crisis, because there is a climate crisis. We must lead global response, because neither challenge can be met, as Secretary Kerry has pointed out many times, by the United States alone. 美国新的国务卿 Blinken 嘛，第27正式宣誓就职。伊表示，美中关系是竞争和合作，部分亲像是气候变迁的议题，有可能会和北京做伙面对。And the cooperative ones are in areas where it's in our mutual interest to try to work together, including manifestly on climate, where it's in the interest of China and the interest of the United States. 不过，新任的美国气候变迁的特使 Kate 也伫同一日强调，看连美中关系敏感的议题，无可能用气候变迁来交换利益。The issues of thef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access to market, South China Sea. I mean, run the list. We all know them. Those issues will never be traded for anything that has to do with climate. That's not going to happen. 随望拜登正式上任，美国的国土安全部要受警告，因为川普的支持者对于大选的结果真不满。进前已经发生国会动乱的事件，有意导致未来美国发生暴力攻击事件的风险会愈来愈重。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咱个来看，印尼最近因为火山爆发，空气是介歹，当地梅拉比火山二级喷发，伫30公里外，拢阁听会到火山爆发的声音。印尼的官员是表示，至少喷发30届哦，嘛叫民众赶紧离开。梅拉比火山一直导致红公公小滚滚的熔岩，伊是印尼上活跃的火山之一，而且大规模喷发，火山灰、有水加悬粉的气体一直向天顶喷出来，熔岩顺着山坡流来。Di informasinya tadi terjadi awan panas dengan jarak luncur 2.500 meter ke arah Kali Kerasa dan Boyong. Respon kita lakukan adalah mengevakuasi warga. 这是东京自去年11月新冠火山危险等级以来，梅拉比火山上大级别的喷发。目前梅拉比火山危险等级维持伫咧第2关，爆发了后。附近几条的村透早落雨，火山灰拢得到雨水落来。迄当阵火山爆发的声音，伫咧火山范围30公里外拢听会到。官员提前疏散伫咧火山5公里范围内的居民。梅拉比火山伫咧爪哇岛重要的文化城市日惹附近，海拔2968公尺，迄天至少喷发30遍。顶一遍的大规模喷发是2010年，迄当阵造成347人死亡。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强烈大陆冷气团今仔开始南下，全台湾愈暗会愈冷。北部、东北部今仔会感觉讲温度是降真济。气象局嘛发布低温特报，提醒西半部、台南以北的地区哦，佮有东半部宜兰地区，今仔暗时哦有可能会出现10度以下的低温。
北台湾早起开始有反寒的感受，民众出外开始穿较厚的衫。强烈大陆冷气团伫礼拜四开始落南，北部、东北部降温的感受会较明显，东南部地区日暝温差嘛真大。好加在拜五日是开始水汽减少，全台湾大部分拢是较大冷的天气形态。整体来说，明天一直到星期六的清晨，就是这一波强烈大陆冷气团冷空气强度最强的时间。在这段时间，最低的气温，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大概是9度到11度。南部以及华东地区大概是13、14度左右。若是这波强烈大陆冷气团影响期间，关山感受落雪机会。气象局研判，因为这波的水汽敢会出现伫礼拜四暗时到拜五透早的迎风面地区。若是降温的过程当中，水汽还未消，才有机会看到地面结冰等等的状况。落雪几率是较小。气象专家嘛分析，这波强烈大陆冷气团过了后，一直到过年的时阵，拢会是较小热的状态。过年期间虽然可能还是有这种冷空气会再下来，但是呢势力都不是很强，弱弱的那预计呢都是属于大多数时间都是偏暖大概是低温都15、16度，高温呢可能到23、24度的这样的情境。拜六后天气回温，若是后礼拜二阁有冷空气接近，不离个目前看起来强度未比这波阁较悬。北台湾低温14度左右，迎后面的北部、东北部会转做有一寡落雨的天气形态。记者综合报道。受到美国股票大落影响，台北股市早盘一开盘嘛大落181点虽然嘛是阁一直落，但这点伫盘中是落到598块，嘛影响大盘的指数差不多144点。美国联准会日前是讲美国的经济无预期遐好，佮加上疫情甲破音迪士尼等等的公司的财报互人失望，拖累美国四大指数全面落超过2%，创3个月以来上大高一天落的幅度，嘛连带影响台北股市早盘是落181.6点开出来，开盘了后指数一直降低，佮捌落超过300点。就是在低档的时候可以接一点的，因为他们涨久了，涨了好几次了，所以这个可能就是有回跌的迹象，然后再上来啊。早盘电子金融、团山、宽达股拢做伙开价，其中台积电佮捌落甲新台票600块的关卡，上价达到598块，落的幅度是2.76%，影响大盘指数超144点。另外，联电嘛落要5%，鸿海嘛超有3%，联发科嘛是落要3%。1月份的上涨，真的是因为台积电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大部分的股票都没涨。那经过这一番修正之后，很多股票已经跌到相对低点，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天反而有些先跌的股票，今天反而表现得还不错。所以我觉得感觉起来今天是随着美股外资应该有在卖啊。如果说未来比如说今天晚上美股没有持续性的下跌的话，我觉得台股低档还是会有一些支撑。分析师表示，包括台积电、联发科等等真侪间公司的法人说明会，今年第一季的表现拢比原本预计更较好，所以回档修正的空间有限。不过因为台股已经经过几夜波的起价，真侪股票的绩效拢无俗，民众伫咧资金布局的时阵，也是爱考虑到风险问题。记者综合报道。今年的台北国际电源电脑无受到疫情的影响，今仔是照常开幕，也毋过爱心也济，防体温，嘛一直爱挂喙暗，人数总量管制上济只会当7000个人。台北市电脑工会是表示，今年的单位只有过去的1/3，也毋过即届有线顶的展览，互无法度来现场的民众，嘛会使来参与。我们进场之前全程佩戴口罩，并且请准备好身份证，我们要做实名认证。工作人员一直呼吁，要求排队入场的民众要遵守防疫规定。今年台北国际电源展第一天是拄到上班日，不过排队的人也是真多。不离个想要入场，除了买票以外，第一关要先提出身份证来检查。因为防疫需求，所有的人入场拢爱实名制、防体温，排队嘛要保持社交的安全距离。就尽量保持社交距离，但是人还是太多。这摆会场会当发现，游戏场上的档仔甲演过无共，甚至佫超过伊规划较快的排队区。过去各单位的舞台区，若是有表演，一定会有真侪人。不过今年记者是比民众佫较侪。我们自己呢又刻意把摊位的空间给加大，你看像后面这个墙，就是尽量维持一个比较空旷的地方，让玩家比较群聚。各场上的防疫措施嘛真严格，入场进前民众的手爱用酒精消毒甲防体温，若是要甲小狗做伙翕相，嘛要求爱挂喙暗，而且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有控制至少1.5公尺。那如果玩家太靠近，他们会就是挡住这样。另外内底嘛不准食食，活动现场敢若一台冰淇淋机，而且袂当伫咧内底食。那记得常温饮用哦。
为了符合防疫需求，这届活动的现场佮头一届设洗手区，互民众会当随时来洗手。全世界展览的创举，我们把洗手台就设在这个进场的观众的旁边，让你随时都能够洗手保健康。台北国际电玩展总共4天，逐天入场的人数总量的空关维持7000人，有人出去才会当过入来，单位嘛比演过减1/3，啊，毋过线顶线下来结合，互全球的人拢会当来参加。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国内疫情的团大型活动拢停办，台北市长郭文地今仔嘛表示，内湖的夜莺柜、佮阳明山的花柜拢会取消哦，也毋过袂禁止民众大开喙暗去看花。春节期间会透过旅游警示来控管风景区的人潮，国民对家己过年行庙寺的行程嘛拢先取消。对准上站镜头顶的 QR code 扫描，台北市长郭文铁秀出伊成功领到线顶的红包。国内疫情升悬，郭文铁今年取消行街拜年。拜庙行程哦，目前看起来应该是取消。为什么？因为你市长到了，那大家领红包就站一排，就人群就聚集嘛。伫最近各地大型活动拢取消停办，郭文铁也宣布取消内湖的夜景、甲阳明山的花柜等实体活动。民众若是家己去看花，就会挂好喙暗。伫过年期间，伫咧各大景点也会设置旅游警示，尽量做到人流管制。你戴口罩去看花，你就算路过也可以去啊。所以。尽量不要去干扰市民的生活了。过年在放假期间，你知道哦，我们会让每个旅游景点会有一个警示点，就是说人流太多，我们会把它让它标示红区嘛。那大家都说这人太多不要去。对郭文铁提出，台北市若1000例确诊会停班停课，行政院长苏贞昌甲伊呛讲，就爱全国统一标准。郭文铁讲会依照中央的标准做代志，严格也会靠苏贞昌。依照中央的标准做事的，但是我觉得台湾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所以黄健呢，他喜欢宣布，我就给他宣布，没问题的。我会通知他宣布。对开放式的公共场所是毋是让做好防疫，也引起质疑。就民众检估，每天人流上侪有到4500人的台北第一果菜市场，真侪打加拍卖人拢无挂喙暗。郭文铁讲会做讨论，若是有必要就会处罚。记者综合报道。大早日，立法院副院长蔡其昌甲一寡民进党中部县市的立委宣布提出主决议案，要予中火烧土团的机组提前伫2035年全部退休。环保团体认为，空气污染的问题是全台湾的问题，不应该只关心中火哦。因提出讲，全台湾应该爱伫2032年完全卖阁使用土团。立法院副议长蔡其昌带领民进党台中中华立委提出中火烧炭应该提早10年，离2035年除役的期程。台湾健康空气行动联盟虽然该肯定，但是指出安尼阁无够，认为主决议应该扩大到全国，提出民间版本，包括中火烧炭爱阁较提早5年，高雄兴达烧炭应该离今年除役。全国烧炭机组上班应该离2032年全部除役。拜托大家，请不要只关心中火，高雄、高屏遐人要安怎？当台南科学园区少年人要去遐贡献伊的生命、贡献伊的力量的时候，但是咱无输台湾上歹毒，安尼敢好？中南部环团下早联合举行记者会，面对前一天高雄空气品质非常歹。测站强要全部拢是红害，根本是倒转去1950年代英国伦敦受到霾害侵害的情形。但比较民进党中部县市立委提出主决议，民进党高雄的立委有8个这么多，敢若拢无做回。为什么这个时候无声无息也毫无作为？那高雄的无煤骑乘又在哪里？台中已经都在讨论2035、2040，那高雄的立委却一点声音都没有，一点看法都没有。那你们究竟是有没有照顾高雄市民的健康？记者会了后，中南部代表是陆续前往立法院国民党团、民众党团、时力党团来拜会，送出台湾无炭的时间表。到截稿进前，民进党团有缘无排出时间。记者林王行中台北报道。
昨暗高雄盐埕区有一名居家检疫查某人违规出外拍照，互抓到。卫生所嘛通知警方协助，随个人带到屏东的集中检疫所。另外，南投有一个查甫人，去年10月底对香港入境，嘛伫居家检疫期间出门，互罚10万块。也毋过后来调查发现讲，伊是互特制集团压走所以就无要发伊咯。行政执行署的人员来到这位民众厝内了解状况。去年11月初，南投的这个男性伫居家检疫的期间走出去，互人罚10万块。不过其实是向伊住伫水里的朋友借因兜来检疫，煞无料想到会互来甲朋友特效的集团拍到伤，佮互人强压走。晚上11点多的时候呢，到他所居家检疫的地点去找他朋友，找不到。他在那边，所以说他的朋友的债主呢，就把他抓起来，要他去联络他朋友，他联络结果也联络不到，那他的朋友债主就说你朋友欠钱你也要还，就把他抓起来打一顿。特效集团甲这个男性押回去伊的故乡讨钱，老爸看到赶紧报警，男性事当时就请假，无甲警方解释过程，警察发现伊是拒检者，就通报卫生局甲伊罚钱。经过这千万般艰难的苦境。打总算是刑以轻笔撤销处罚，不过伫高雄的盐埕区又有居家检疫的民众违规出外，卫生所和警方去引导，将伊送去集中检疫所。7点半那时候警察就来了，他中午去，然后又叫了部分打，然后就被卫生局的人刚好来，然后经过以后过程把他拍照存证。本土疫情炭烧，居家检疫者违规的案件直头增加，也互一般的民众袂安心。我觉得他太没有公德心了，应该是要为大众利益啊。高雄卫生局证实，这个检疫者因为违规走出去，才送集中检疫。民众若发现这款情形，会使通报卫生局。不过，莫去斗闹热，甲人翕相摕去网络放送，避免网友学袂晓，颠倒出现错误的消息和谣言。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又有本土病例，有人嘛真烦恼讲外省病台胃着病风险嘛是真悬哦。新竹市的外省县的工会表示，新竹有3间大病院，因的外省规定拢无共款，有的脱安全帽啊，就会使入去；有的爱入健保卡。因呼吁希望政府会使规范讲，外省人员袂使入去病院。我们像外送员可以进到我们医院吗？可以啊，只要把安全帽脱下来就可以了。安全帽脱掉就可以啊，因为院长规定的。外省员若是甲安全帽摕落来，就会当出入病院。经过讲是新竹国军病院院长的规定，提出新竹各大病院来比看卖，大病院摕健保卡照流程就会当出入。马街是强制规定外省员袂当入来。其实这嘛是全台湾其他所在模样。外省员因为各地病院规定无同，唔知影要安怎才好，嘛烦恼讲会真做防疫空芳。外送员我们用最小量的来讲呢，他1个小时只跑2单。那1天只跑8小时，我相信很多外送员超过这个数据，甚至好几倍以上。那如果他2个礼拜后才发病，这个的社会成本，这些不是什么所谓的体量可以解决的。我们也多次向外送平台公司询问反映，但其回复都是会遵循政府相关指令。既然署所订定的外送员服务重点事项，敢若表明外送地点若是医疗院所，会当主动甲消费者约定伫咧适当的所在来提餐。毋过因为适当的场所无明确的定期，有一寡外送员甚至搁捌去要求送餐去某一楼，或者是走入去禁区。毕竟疫情呢，它是起起伏伏的所以我们就是当时用这样的一个字眼呢，就是让外送员跟订餐者呢，他们双方能够自行约定。如果能够在医院这样子的状况下减少人流的出入，其实在感染管制的角度的确是有帮助的。工会表示，以一个专职的外送人员来讲，逐工所接触的人上无有50个，而且要追踪行踪是真恶，所以呼吁中央应该爱定定外送员袂当进入医疗院所，才会当降低传播的风险。既然署回应讲会甲疫情指挥中心来讨论对策，才过来做调整。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内目前是真欠工人哦，台中的检警调查到讲有集团成立19间的空壳公司，向劳动部来申请越南移工哦。移工来到台湾了，就甲因带去工地，佮扣因1半的薪水，有91名移工受害。调查人员来到一间公司，确认这寡越南移工的资料，虽然拢是合法印证，不过向中央申请的公司，却总是虚设的中介公司。这移工互派去建筑工地做正亏力的工课，薪水却互空壳的中介公司白下。找一些民宅登记为一些人头公司，那再找一些人头负责人担任这些人头公司的负责人。
那再用虚伪不实的资料向相关主管机关向越南申请合法的外劳。检警甲专勤队员查到主嫌用人头虚设19间空壳公司，对107年开始向劳动部申请合法的越南籍移工，目前已经查出受害移工有91人。那由于移工并不清楚实际的薪资，也不知道来台后呢要到工地从事营造工作，那加上他们已经花费庞大的金额来台，那担心呢提早解约将会失去工作。台中专勤队表示，不法集团上阵国内营造业欠工，用合法管道引进移工，却违法将人派去工地做事，这些移工简单会当照做。路团表示，长期以来移工申请只靠书面审查，和不法集团有空胖汤软。用这些人头公司去申请移工的时候，怎么劳动部就完全看不出来这些公司的状况？显然劳动部从头到尾都没有对所谓申请的雇主核实的调查。路团认为中央要落实审查机制，确实了解业主幸福才审核。此案主嫌以及空壳公司甲雇主共35人，现时较早起组织犯罪甲人口贩运防制法定罪以上对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政府鼓励民众检举交通违规，嘛引起未少的争议。交通部嘛打算要来修改现在的检举制度，定出会使检举的16种违规的行为哦，包括弄红灯、故意逼车等等。也毋过有民众质疑讲，为什么违规停车袂使检举呢？交通部是表示哦，看到违规停车，上好的办法是马上请警察来处理。这台轿车想要自倒边插入来，和后边的驾驶饲喇叭提起。竟然是换车道了，改做自正边插入来，恶意逼车和民众检举。也讲一边开车一边用手机啊，或者是听电话，也容易分心。交通违规的情形真侪种，掩过民众翕相检举，也产生真侪纠纷。所以交通部初步拟定要修法，有条件限缩民众检举的权限，列出16项会当检举的项目。不能说就是一直这样检举啊，这样子会造成很多人困扰啊。可以举报，可是不用到检举。我觉得原本的应该就是挺 OK 的，因为民众就是可以帮忙开完一些就是你看不到的地方。民众对此有正反的意见，交通部初步所规划的包括撞红灯、无礼让救护车、消防车，抑个蛇行逼车、危险驾驶等行为，拢列伫咧这边修法的检举名单内面。交通部也强调，因为民众的检举量真大，造成警察的业务量增加真多。我们常常接到就是说有很多那一种大量针对性、恶意性的一些特别的检举啦。那大家觉得说这个制度有改善的空间，出拟了一些相关条文草案来作为讨论的基础。无被列入的项目，交通部讲，真正是酒驾需要科学仪器的认证。改装车或者是无照驾驶，是涉及车辆设备或者是驾驶人的资格，较无适合民众检举。因若一般的违规停车也是当检举，但是建议民众爱随通报。交通部初步所规划的检举制度也未正式实施，就已经和大家伫咧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出家老勇前一站伫面册写讲，伊落雨天穿运动鞋出门却险骨倒。小机会调查嘛发现讲，一般的鞋啊虽然有国家的标准哦，也毋过并无防骨的检验，要求主管机关应该来检讨。也毋过标准检验局是表示，目前防骨嘛无国际上的标准，过来咱暂时嘛无考虑讲要家己制定。在比较潮湿的天气，过马路的时候差点滑倒。被车撞死。我也做了一些调查，发现四周的朋友很多都因为穿运动鞋，然后受伤滑倒。作家老乡讲，家己伫落雨天穿运动鞋出外，差一点骨倒的意外事件。事后向业者反映，业者指当期退钱，并不认为鞋的安全性有问题。按过小机会调查，目前伫部分的工作鞋甲防护鞋以外，一般鞋的防骨性能并是强制实检的项目。现在鞋子的国家标准提到要有耐寒啊，那么要有加热脱色，更重要的消费者的安全竟然不在现在国家标准的项目之内了。消基会指出，安全鞋仔甲防护鞋仔这特定的鞋仔，爱先送标检局通过防骨性、鞋底性能这各项检测。一般树龄侪运动鞋甲布鞋，虽然也完巧老化这性能检测，啊，毋过摩擦系数并是规范的项目，而且也无强制性。
里面的水没有办法往外排出来。这个封闭式的纹路呢，在湿地板上面呢，它基本上那个防滑效果是很差的啊。如果这个鞋底呢，如果太软的话，我们一踩它就陷下去了，陷下去的结果就是纹路的效果就消失了。学者指出，鞋是不是用指骨沿看下底的鞋纹的深度，而且尽量唔通是封闭的，上好是环向鞋纹，鞋底材质抗硬较好。同时也提醒民众爱依照用途选择适合的鞋，确使鞋的后端纹路比2公厘较细，爱避免伫雨天使用。另外，呼吁主管机关赶紧检讨一般鞋的国家标准，那就摩擦系数的测试等规范，维护民众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历史和平整理台湾最近5档海参内面细粒塑胶的研究数字哦，算出咱台湾人平均一档吃入去16325粒细粒的塑胶，算起来会使讲是甲一支塑胶的树管哦吞入去腹肚内。海产是台湾人重要的食米。历史和平为卫福部2019年统计，常常食的大壳类、食的小港、中港，佮有鱼仔民众，一档平均是食59.92公斤。佮有这5档内和海产有关系塑胶粒仔的文献内底，估计台湾人每一档为海产内底食的塑胶微粒，和食一支树管是差不多。台湾人平均每一年，光是从海鲜摄入的微塑胶就有高达1.63万个微塑胶这样子的数字，所以你想象就是一根塑胶吸管大概1克左右，你想象每一年吃下去一根塑胶吸管的微塑胶，其实这样子的数字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警讯哦。食大壳类、小港、中港，佮有鱼仔，其中大壳类可能每一档食14733个塑胶粒仔上侪。历史和平认为讲，这和食大壳类连消化道做伙食是有关系。而且大壳类的塑胶粒仔是真歹清除，可能有食安的问题。塑化剂或者是双酚 A， 这些的物质其实已经被证实说，它会干扰人体的生殖还有内分泌的系统。那这一些有毒物质。附随在微塑胶上的有毒物质，有可能会透过食物链逐渐的累积、放大，并且留在人体当中。因为民众是常常食着海产，历史和平是呼吁环保署爱重视塑胶粒仔污染的问题，为源头开始减塑。比如讲，也爱管制外送，佮有外杂，这寡塑胶用量真大的对象。记者综合报道。科技进步，机械手骨已经正普遍使用伫生产制作。清华大学研究团队最近是研发出一款的机器人，伊会使模仿咱人的手骨动作，希望未来有机会使使用伫需要动作和幼儿医疗照顾方面来取代人工。机械手骨甲卫生纸抽出来，看起来真轻巧的动作，对机器人来讲，其实是真无简单。佮有即个准确甲管仔摕起来的动作，拢是靠先甲人的动作数位化，才通搁教机器人安怎做。做同样的动作，我们可以看一下，动一下，你看我们这边左边的手动起来，右边的透过我们机械外骨骼也动一样的动作。左手的地方是软性的手，右手的地方是比较硬式的手。然后这个机器人除了这个手之外呢，我们有个7轴的这个机械手背，可以仿人任何的动作。机器人佫有追踪物件的功能，伫头前放3个黑色杯仔，甲球放入去其中一个，刷落来甲杯仔换位。机器人的头嘛对转动，向准目标，最后顺利找出放球的杯仔。我们的机器人里面呢，还有我们的 camera， 有深度的 camera， 可以很快速的追踪任何看到的物体。这样的话，我们的手就可以看到，我就可以抓得到。研发团队表示，疫情期间袂使利用机械手骨代替即卖的人工采检，若会使减轻医疗人员的负担，嘛佮加一份安全的保障。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咱来看花莲凤林火车头边啊，有一间旧厝，伊早是天主教堂，1955年教会搬走，才得做仓库，嘛把租人做卡拉 OK 哦。最近厝主想要甲伊卖掉，地方的民众是真希望讲，会使卖互有心的人来还厝，互地方会使加一个景点。这是花莲凤林火车头的南边，这座茶起的基础啊，就是1955年天主教白人教会来凤林镇起的第一座教堂。因为是甲代替租的地，所以教会搬走了后，教堂并无去互拆掉，后来做过仓库等等，即马无地用，民众感觉无彩。我感觉要留下。为什么？因为它是我们的像古迹一样啊。如果有心人想要保存，我觉得
是不错的。真正来看这座教堂，厝顶的牛拢是希诺起，啊，毋过因为真久无人修理，已经有部分坏去。即卖出租是香港人，因为无法度修理，按算要卖掉。即便是希望有能力的人，还是企业会当甲伊买落来，才个电翻修过。那台湾很多木造天主堂没有保存下来，原因是因为他们都会原地重盖，所以他们一定会把木造的拆掉，再盖水泥的。所以我们这一栋其实就有它的历史成因，才意外的保存下来。这间66岁的老教堂并无向历史去古迹，不过因为伊是花莲目前唯一存落来插座的教堂，地方的文书工作者拢认为有伊的历史价值，应该注重后续发展。它并不被文化部当作一个历史古迹，但是在时代的轨迹里面哈。它是一个让人家可以值得保存的。但是经济卖厝中人业者私底下表示，教堂的土地是代替的，目前合约是5年一签，所以要找到愿意买地上本，佮要开钱修理的人可能无济，需要政府相关单位来斗相共。记者综合报道。伫国外修复古迹是一门正专门的工课，台湾嘛愈来愈侪人投入。今仔台湾新眼界节目特别带观众朋友去看，咱国内一位正出名的专家蔡顺林哦，伊伫学生时代就去意大利学西雅，伊甲伊的团队和真侪台湾的历史建筑依旧修旧，是做甲非常的有路。那么做回来看因的故事。伊是蔡顺林，台湾正出名的艺术文物修复师傅。伊捌听教授讲过，伫欧洲修理画也是艺术品，是一门正专业的功夫。所以伊找真侪资料，伫做兵了后，就决定要去意大利。蔡顺林伫意大利用6、7天的时间，摕到学位。2012年，伊决定要转来到台湾，嘛开始修理伊第一个古迹。伊当时就是。迄个舞蹈白沙沙酱的头家牛刘董事长，伊就跟我约好一天去八旗街遐管理厅遐看，我看完感觉讲，哎，这个庙虽然讲无大，但是内面的这个物件看起来拢做有工做水安尼，所以讲我就甲极力推荐讲，这物件可能为门开始。修理庙的门神做甲真受到娱乐，所以煞来蔡顺林甲伊的团队用2年的时间，互这座庙保留伊原本的古味，会使继续延续伊的香火。中寮家庙中远堂是国家3级古迹，嘛是来自福建萧安，说中寮客家人的重要精神甲信仰用心。因为争取到政府的补助来维护修补，嘛伫正特别的机缘，找到蔡顺林甲伊的团队。阮的主要的目标是做完章的物件，爱甲修理好。为当初决定要去意大利学艺术品的修复，后来转来到台湾参与庙的整修，蔡顺林的脚步已经徛在了。伊嘛想要来对家己生长的土地，会使有一寡贡献，希望会使来改变一般人对古迹修复的观念。修复是一个足好的方法，会当互你家己找到你家己的定位。经过修复，就是当甲这块细节、这块讯息，会当重新的甲伊回溯回来安尼。修复就亲像是一段时间的旅行，会使互古迹艺术品佮庙师来继续延续因的生命。这对于蔡顺林来讲，嘛是伊生活的态度。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台北国际册展停办哦，本地台湾文学馆已经拢规划好要参加咯。后来册展停办，所以因就甲展览刷去台湾文学基地来举办。那么做回来看卖。台湾文学馆规划的台湾语言族群对话展览，原本要伫台北国际册展展出，即马刷来台湾文学基地，导览员阿文用5种语言小解台湾正台湾的语言历史。生活中有一寡人甲人讲同款的话，某一寡人甲人讲的话无同款。除了静态展览，也有19场的讲座，有原住民语、客语、台语等等的主题，展现台湾族群共生的多元语言环境。另外，文学基地嘛免费提供场地予出版社，为1礼拜5开始举办读册无休困的活动。有历史，嘛有文学，嘛有囡仔册，嘛有翁仔册，嘛有杂志，内容是真正的丰富。总共有16间出版社会来参加，欢迎大家这个主办会当来遮，甲大家斗热闹。
台北国际册展因为疫情取消，但参加展览的出版社早就拢准备妥当，加在有真侪单位提供场地，已经规划好势内容，才谈好展出。这个台湾文学基地，它其实就主动的释出这个橄榄枝，那对于我们这些快要溺水的出版社们，其实都非常有帮助。然后还有很多大大小小的书店跟活动空间，其实都有提供出版社这些免费的活动的场地的使用，让出版社规划了活动之后，还是可以有一个基本的一个露出，不会损失太重这样。刘定光嘛讲，即便台北国际册展雄雄取消，参加的出版社拢袂负欢迎。目前虽然阁有讲座和线顶展览，不过已经取消的实体册展，线后要安怎处理？嘛，希望主办单位甲政府会当有相关配套的措施。记者杨淑晴、谢桂林台北报道。受到疫情影响，有餐厅无生意就收起来哦，无就是改做带走的，也是外送的。虽然疫情加滚价，也毋过一年一摆的法国米其林的颁奖嘛照常举办。今年是头一遍有专属式的餐厅摕到1粒星，另外唯一一个摕到3粒星是伫法国马赛的餐厅，总普赛哦，伊早是职业拿球的球员。法国米其林指南颁奖典礼今年伫咧埃菲尔铁塔顶悬的餐厅举行。用 FB 加 YouTube 直播公布入选餐厅加总铺赛。法国出现史上第一间米其林顺数餐厅，这间欧娜餐厅伫法国西南部的艾瑞斯镇，2016年开始开店，拢是使用非动物性食材。餐厅资金的来源是靠民众的捐款，也个历史银行的贷款，坚持对环境友善的理念，也得到米其林绿色标志。这个标志是为着要鼓励更加侪餐厅走向永续保护环境。今年唯一新上榜的3间餐厅是伫马赛 AM 餐厅，总部赛是前职业篮球选手。Grâce à vous et aussi grâce à tous les inspecteurs aujourd'hui que je peux vous dire que je suis fier de vous dire que je suis un cuisinier. Merci beaucoup. Merci à vous. 法国的餐厅伫咧旧年规年有6个月无营业，对想要提醒的餐厅是正大的挑战。因为餐厅无开门营业，真侪人就转向外送，或者是改用其他食材调整菜单，降低成本。这间米其林餐厅以日本式开放式厨房正特别，以前生意拢正好，不过因为疫情经营也拄着困难，这摆收入拢是靠私人暗宴的订单。Parce que si le Michelin permet cette année d'aider la gastronomie française et des chefs qui sont en grande difficulté, parce que notre métier est en grande difficulté, voilà, et d'amener un coup de projecteur aussi sur notre métier, hein, je pense que oui. Oui, je pense que le fait est que de toute façon, toute la monétisation de notre métier est une bonne chose. 法国的餐厅伫咧过去1年营业时间拢缩短，不过米其林评审员又按百度困难完成评鉴工作。摕到星的餐厅拢希望疫情会当赶紧结束。互人客最暗摕来，伫咧室内安心用餐。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辑。下半部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3度，上悬18度。中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3度。南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6度。东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23度。华岛地区上低12度，上悬19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
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人囡仔拢介意的金蕉。咱今仔日要带大家来去踅旧街，行。旧街汉字写做旧街，罗马字写做歌有旧，歌的歌，旧第7条，街第1条。旧街保留真侪古早时代的建筑，像讲庄仔厝、日本式的巴洛克建筑、早期的洋楼等等，拢是别位真好得看到的。所以行一逝旧街，袂输来到台湾的建筑博物馆呢。若想要食传统的四手啊，嘛会当来到旧街，遮有甜甜的椒粒肠、梨仔肠，嘛有温土豆腐配盐水的猪血粿，阁有寒人咧食的烧仙草，也是热人咧食的豆花，拢真好食。我阁补恁一个唔通漏枸杞的点心——状元粿。因为伊的外形甲较早考试第1名的状元伫的帽仔真相像，所以听讲要考试的时阵，有人送你食状元粿，就是咧祝福你考到好成绩。伫旧街嘛，定会看到艺术伫现场咧展功夫，像讲甲糖熬做糖糕，来画糖红仔，甲米粉、紫米粉染做伙来捏紫米红仔。阁有甲糖仔Q 好长长长的凉秋糖，看遮的师傅表演，好耍阁趣味，互你有食阁有掠。有的所在旧街有真特别的传统活动，像元宵节的时，10分旧街会放天顶来下愿，依然立得旧街的走翁，去看啥人成就更较紧。遮的活动拢是咱的国家文化资产。真值得大家去体验看卖哦！溜旧街、巴洛克、庄仔厝、椒梨仔肠、状元粿、画糖红仔、捏紫米红仔、凉秋糖、放天顶，亲耳听，唔值得亲目看。旧街有真侪趣味的活动，去现场看卖。到老热嘛真好耍，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收看，咱后摆再会。大家好。这是公视第2台，接落来请收看咱的节目。